2022河通杯第一届街舞大赛是由市府文化局甲河通文化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 ，SFC 街舞团协办，手术办理就得到热烈回响。比赛分为国中甲高中组，为少年朋友安排了会当舞动青春、展现才艺舞台，更为参赛队伍准备了奖牌甲奖金，鼓励因爱舞动青春不留白。在暑假有一个可以发挥他们的创意的一个活动，所以就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街舞大赛。河通文化艺术基金会成立以来，持续关心囡仔的教育议题。除了举办艺文讲座以外，也成立偏向赞助学童音乐学习。这次更举办街舞大赛，种种的付出也得到艺术家奖赏的肯定和认同。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边缘人，就是他们比较少被照顾到，可他要自己找到一个表现自我生命力的法。那这些小孩后来有很多非常精彩。河通文化艺术基金会认为，在疫情期间，我们更要多提供青少年展现自我的平台以及机会，让他们有一个专业的舞台，可以增加肯定自我，以及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来远离3C 产品以及毒品的诱惑。借由一个街舞的兴趣的培养，来增加青少年他们对艺文的喜爱，还有他们同才之间团队合作的精神。2022河通杯街舞大赛7月10号下晡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嘉义广场登场。主办单位欢迎大家做伙来看精彩舞蹈，为少年人加油喝彩。台南新闻赵硕维、杨顺怀采访报道。